我哋係2025年社區共融星星慈善奧運會嘅籌委會成員，咁包括咗Calvin Howe 啦、Thomas Lau 啦，同埋我 Alice Lui 嘅。你哋有冇諗過點解會籌辦呢個社區共融星星慈善奧運會咧？係啊，我哋好想咧籌辦呢個奧運會咧，因為我哋知道一啲嘅 SEN 啦，啲特殊有需要嘅細路仔家庭咧，佢都想有個機會咧，俾佢哋能夠喺個社區入邊咧能夠大展所長運動啊，做運動啊。我哋就為咗佢哋咧設計咗12個好特別嘅同埋好啱佢哋用嘅玩嘅一啲嘅奧運會，讓到佢哋能夠盡展所長，發揮佢哋嘅強項啊。其實係。非常好。咁Kelvin 咧有啲咩睇法咧？其實我哋呢個運動會咧，最主要就係等佢哋可以好開心咁去玩嘅運動，係啦，就冇任何壓力嘅。咁同埋嘅都等佢哋建立自信啦，建立翻自己形象啦，同埋令到廣大嘅觀眾、廣大嘅市民去接納呢啲對我哋 SEN 嘅小朋友嘅一啲認知，同埋令佢哋可以了解呢樣嘢啦。非常好。2025社區共融星星慈善奧運會，邀請大家參與同支持，耶！